手 T 細胞 （killer T cells） 或稱為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 （cytotoxic T lymphocytes），屬於後天免疫系統，主要功能係偵測並識別被病毒感染嘅細胞、癌細胞、受損或異常嘅細胞。當殺手 T 細胞同佢哋結合之後，殺手 T 細胞會釋放毒素，令呢細胞凋亡 （apoptosis）。呢種 T 淋巴細胞嘅表面帶有 CD8 嘅共受體 co-receptor， 所以亦稱為 CD8 T 細胞。CD8 共受體主要坐落於殺手 T 細胞表面，喺識別並殺死受感染或癌病變細胞嘅過程之中發揮關鍵作用。骨髓係 T 細胞前體 T cell precursor 嘅誕生之地，而胸腺 thymus 就好似專門訓練嘅學校。T 細胞前體就喺度經歷嚴格嘅訓練，同埋篩選成唔同種類嘅 T 細胞，包括咗輔助 T 細胞 helper T cell 同埋殺手 T 細胞。正因為佢哋喺胸腺發展嘅關係， T 細胞因而得名。喺骨髓之中，造血幹細胞會發展成共同淋巴組細胞，而其中一小部分嘅共同淋巴組細胞會分化成 T 細胞。作為未成熟嘅 T 細胞，佢哋會從骨髓遷移到血液循環，而前往胸腺繼續發育。T 細胞經歷兩個連續嘅篩選過程，分別係正向篩選 （positive selection） 同埋負向篩選 （negative selection）。整個篩選過程係確保 T 細胞既具功能性，亦都具有自身耐受性。自身耐受性係指免疫系統能夠區分到體內組織同埋外來入侵者嘅能力，能夠防止白血球攻擊自身細胞，從而防止自體免疫反應。正向篩選 T 細胞能夠識別到體內嘅自身辨別標記，稱之為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體分子，簡稱 MHC 分子。MHC 分子存在於所有高等脊椎動物體內，而人體裏面 MHC 分子亦稱之為人類白血球抗原系統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System。MHC 分子係坐落於細胞膜表面，協助免疫系統識別外來物質。MHC 分子分為兩大類：MHC 一類同埋 MHC 二類分子。MHC 一類分子幾乎存在所有有核細胞，功能係將細胞內抗原呈交俾殺手 T 細胞。MHC 二類分子就存在喺抗原呈遞細胞，例如 B 細胞、樹突細胞同埋巨細細胞。佢哋負責將細胞外抗原呈交俾輔助 T 細胞。喺正向篩選過程裏面，只有展現出某種程度結合 MHC 能力嘅 T 細胞，先能夠存活落嚟，並且繼續發展落去。正向篩選同時決定咗 T 細胞將發展成為殺手 T 細胞，或者係輔助性 T 細胞。若果 T 細胞受體同埋 MHC 二類分子結合力強嘅話，呢個 T 細胞就會分化成為輔助性 T 細胞。但若果 T 細胞受體同埋 MHC 二分子結合力弱嘅話，呢個 T 細胞就會分化成為殺手 T 細胞。下一關負向篩選發生喺胸腺髓質，存活落嚟嘅 T 細胞會再次接受檢測，以確保佢哋唔會過度強烈咁同自體抗原結合，從而防止自體免疫反應。最後大概只有2%至5%嘅 T 細胞能夠通過呢個過程而存活落嚟，並發展成為成熟T 細胞，釋放到淋巴組織。離開胸腺之後， T 細胞會經血液循環進入淋巴系統，佢哋會喺淋巴結同埋其他淋巴組織循環流動，尋找外來病原體。殺手 T 細胞識別受感染細胞表面所呈現嘅外來抗原，嚟辨識感染嘅細胞，而呢啲外來抗原會同 MHC 一類分子結合。大多數嘅殺手 T 細胞嘅活化需要輔助性細胞提供充分嘅協助。以激活並上調信息之後，殺手 T 細胞就會大量繁殖同埋分化。殺手 T 細胞釋放穿孔素 perforin 同粒酶 granulosomes， 誘導受感染或癌變細胞發生凋亡。激活嘅殺手 T 細胞將佢體內嘅粒酶轉移到目標細胞接觸嘅部位，然後 T 細胞就釋放穿孔素。呢種蛋白質會喺目標細胞嘅細胞膜上面打穿窿，粒酶透過穿孔素所形成嘅窿進入目標細胞裏面，而粒酶就會觸發目標細胞透過凋亡機制而自我毀滅。